嗱，想執筍嘢嘅呢，就睇過嚟噶啦。呢係一間連排別墅前後花園嘅。我哋而家所在嘅位置呢，係嗰個後花園嗰度。花園後邊呢，出邊呢仲有條河嘅。咁咧呢個花園呢，大概都有50-60個方嘅，非常之方方正正、舒舒服服。而且呢，連排別墅呢，又係比較通風嘅。跟住呢，佢呢度呢仲有一個中空嘅。好多人呢，你如果唔中意中空嘅話呢，你可以封起身，上邊呢再做個房間，再做埋一個套間，咁呢就一共可以做到4個房間嘅。呢邊呢係個餐廳嘅位置，非常之舒服，再加埋一個開放式嘅廚房，佔地面積138平方，建築129平方，可以做到4房4個洗手間。前邊呢仲有一個咁大嘅花園喺度，你平時呢喺呢度再整啲假山魚池都非常之 OK 嘅。有興趣嘅歡迎喺評論區同我留言，帶你實地睇樓。多謝。